副主席呢，他的确是在他的车灯的后照灯的地方发现这个追踪器啊。副主席很宽厚了觉得说这件事情就算了因为呢，身为在野党，被掌握到情侦监系统的执政党政府，不知道透过什么样的手段，在我们的这个车上呢装这个追踪器呢，司空见惯，这也不是第一次。来源呢也很难追查，所以呢，这个副主席就觉得说算了算了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们抓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加强我们内部，我们内部的各项的这个安全检查。今天要不是国民党空前的团结，做好了保密的工作，是不是意图要用这些侧翼网军来扰乱郑丽文主席访问大陆的行程？